来，各位咱539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接下来咱来看卖 H 期提供各位参考号码。会员朋友可以看咱的会员影片，嘛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。还未订阅咱频道的朋友，也可以把咱的频道订阅起来。来，首先咱来看一下2025年8月1号。来，2025年8月1号。来，1833做伙开出来，第3期开1尾1。第二组10月31号。来，1833做伙开出来，第3期1尾带01。第三组今年2月11号，1833做伙开出来，第3期1尾带0131。来，上尾一组，来7月18号，1833做伙开出来，第3期来1尾。来，以上号码提供咱539的朋友参考，会员朋友会记看咱的会员影片，也欢迎各位加入咱的会员，祝各位拢会使顺利中奖，咱下期再个见面。